360度的旋轉木馬蹺蹺板、旋轉秋千，還有磨石子溜滑梯。北區的北園公園就坐落在1960年代南部規模最大的元寶樂園舊址。遊戲場以懷舊元寶樂園為主題，展示天人與元寶樂園的老照片，仿佛走進時光隧道，讓大家重溫昔日觀光盛況。開箱活動結合一系列的懷舊童玩闖關，將溜滑梯巧妙設計成巨型彈珠台，現場還分送棉花糖和爆米花，讓親子體驗跨世代的遊戲樂趣。這是有歷史傳承演進的，以前這是做做亂。差不多都變做較廢棄，較輕拍着，可能各種亂七八糟，今麥整理較都水的，還佫加上特色遊具，一般大家介意。北區公所向國土署爭取5000萬經費打造的10座兒童特色遊戲場，已經全部完工啟用，成為台南遊戲場密度最高的區域，還整合發表北區遊戲場地圖。它每一個遊戲場它是有分齡設計的，有2歲、2歲到5歲，有5歲到12歲，甚至也有2歲到12歲的一個遊戲場。那每一個遊戲場呢，都是有在地的元素及透過公民參與來完成。串聯17座特色遊戲場，周邊美食與景點，方便家長規劃一日親子遊程，呈現北區宜居的魅力。記者宋懷棠的報道。